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0月17日，就是这个时刻来帮助。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拉记5章1到2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诗篇97篇6节。诸天宣扬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就是这个时刻，感受到上帝的呼声，他是我们一切盼望与渴望的高峰，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我们认识他以前，我们就已经在许多方面痛苦地经历我们对他的渴求。我们脆弱地暴露在周遭世界的邪恶中，但现在他的同在安全庇护着我们，将我们永在他爱的膀臂中。他已高举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从昨天的经文其实已经透露出，在黑暗中最后露出那个曙光。昨天的经文最后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好像一切我们原先所领受的那个美好，那个神的应许，圣殿要重建，不是一切都就绪了吗？也有法源根据，也有预备调动万有，就是要来重建圣殿。但因着仇敌也积极，他们要破坏所有的一切，而这些破坏的人其实真的不是所有的国家，却唯独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其实很复杂，不只是以前神的子民而已，他们有各方各族的，被亚述打败的，被俘虏的，他们后来通婚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唯独围剿神的子民，是神所兴起要去重建神的圣殿的，他们竟然放为眼中钉。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惹的是谁呀？其实到了波斯王元年，一直到不断的有不同时期的皇帝，其实他的怀柔政策，他对各民族其实的怀柔政策，每一个民族被他征服过的都能够享受这样子的算是福利福音，就是他们是可以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是可以敬拜他们的神。因为波斯王当时候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20年的时间之内，他窜起，甚至可以打败巴比伦。其实他是有一定的能力跟洞见，他要各方各族的人虽然被他征服统治，可是他用怀柔政策。但唯独神的子民不能享受这样子回去他自己的故乡，去建他们神的圣殿。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些仇敌以至于神重建的这个工程就停止。但最后一句露出了曙光，只停止到波斯王大流士第2年。哇，今天的经文只有2节，却让我们如果还仍然在黑暗中，我们是会很兴奋的。我们的神真的是超过这个时间空间，他是从昔在今在到永远都存在的全能者。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真的要在这位全能者的面前真的要谦卑。虽然时间过去，人的时间很有限，这一停下来停顿了，从经文我们算起来大概15、16年。在这停顿的时间，人会忘记，但神没有忘记。人已经忘记建圣殿，甚至于只盖自己的房屋，而忘了神神圣的圣殿。
从今天经文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神很奇妙，就兴起一位先知哈该，当然还有另外一位先知，但以哈该书我们来认识这个，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这个撒迦利亚也是一样哈，他是奉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传达信息。传达怎么样的信息，让他们激起他们虽然现在被停止停工，要复工，其实是要冒一些危险，因为前一任的这个皇帝已经说了，下命令要停止。停止不是毁坏，不是拆毁，没有，只是既然有停止，那么就有开始。他们怎么开始呢？他们怎么有这样的勇气呢？其实就是神透过先知对他们来说话。我们如果看哈该书，我们其实很可以知道，其实哈该被兴起就是为了重建圣殿。这段时间怎么在让这些已经沉睡了、已经手软的唤起他们。我们如果看哈该书就知道，他用了万军的耶和华，总用了14次，用了5次耶和华的话，而且他不断的用一个词，一个动词，叫做省察，也是前几天我们说的要察觉。省察、察觉、追想，用了5次。刚强呢，在哈该书用了3次。那个目的重复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回到那时候历史背景，我们就知道哈该实在是一个被神所用，而他不是只有传达信息，他还起来一起走，我们去重建圣殿。即便在15、6年前那个被停止的那个书面仍然存在，但亲爱的大家可不要忘记，在更早波斯元年的时候，早就一个诏令是允许他们可以重建的，而且让他们有各方的资源所以哈该跟撒迦利亚真的很让人佩服他们真的是一个魔幻的仆人。耶稣所说的，他们是一个领袖，他们是用仆人的领导。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哈该，他除了自己宣扬神的要他说的话，其实他是一个隐藏自己，他不花时间说明他自己家世生平，他只高举神。我们如果从哈该书，英年牧师邀请大家可以，今天我们没有讲太多哈该书，但我们可以看他隐藏自己。第二，他不讲自己的话跟思想，他只传讲耶和华如此说。他不只是谴责，他不只是直问直责，他更多的是安慰。他不只是批评，他更多的是赞美鼓励，还有他自己以身作则，他起来跟这些重建的人一起建圣殿，以身作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深深知道，当我们停顿下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激励的时候，他当然会用一些让我们醒过来的话，就像这个哈该书1章2节、4节、6节跟10节，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不要只有建造你们自己的房子，而神的殿放在那边荒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迦南教会即将庆祝57年，我们也有新堂。我们不只是建造圣殿，我们要的是神你来重建我们内心的殿，
因为你说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殿。愿我们来宣扬主你的公义。主，因为你在意的是公义、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哈该他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是一个仆人的服侍的典范。我们今天从他身上学了什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是这位帮助我们的。主啊，你就是这一位兴起那可以帮助我们的人。谢谢你，也让我们领受今天哈该先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仆人领导。主啊，愿我们被你兴起，被你重建，以致我们也有能力，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总是懂我们，你总是有能力，你总是有办法，你总是这一位在我们生命关键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应用牧师祝福大家，今天我们被神来帮助，我们也伸手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明天见。